我已经将这个甲恁讲，互恁踮伫我有平安，伫世间恁有苦难，独恁通放心，我已经较赢世间。三甲来吟诗号老主，圣诗20首，圣父上帝踮天顶，圣父上帝踮天顶，请起立。 徛地，三甲用主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亲像天里，阮的日时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就叫阮反离这个歹，因为国、权、荣、荣光拢是所有。 代代无尽，阿门。再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荣耀。 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我上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爱相通，随下肉体高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 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19篇，启应文19篇。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你徛起的所在，向人意啊！我愿无上主的殿院到要分去。我的心神仰我的上帝，欢喜唱歌。第声，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 我的上帝啊，斥招我伫你的祭坛边做寿。徛起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
因经过的大小山谷，拢变做泉源。秋雨甘露，福气满满。因哪行哪有力，拢免去失安，挑起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那道上帝啊，求你拍耳孔来听。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求你祝福，为你所设立的路。伫你的殿院点一日，太阳日头为点1,000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嘛不愿点伫小恶人的厝内。这声，因为主是明白，伊互咱恩惠甲公营。因盼人正公义，无见地的人。这声，万军的统帅的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福气。咱额头同心来祈祷，现在，全能的宝贝上帝，我满心感谢你。今仔日是你所赏赐好的日子，你赏赐阮有好的日光，你赏赐阮每人用虔诚的心，用确热的心，用热的心，阮来教会要敬拜主，要来朝见主。阮搁一届来亲近主，阮知影昨日阮有音乐的发表会、演唱会，阮对细汉的囡仔到老人，三甲做伙用诗歌吟诗学罗主，阮用各种的语言来学罗主，阮也用各种的乐器来学罗主，阮恳求主感力，阮伫阮的心内随时会当起调伫主。阮知影，阮做一个基督徒，阮虽然无完全，阮虽然常常犯罪，阮虽然常常欠安，但是阮咧学习会当起调伫主，主尊主最大。阮倚靠主，阮希望阮每一个人会当做一个小天使，阮当关心阮周围弱势的人。阮恳求主赏赐阮有慈爱的心，阮会当来关心阮周围所有的人的状体。检查阮无够快乐，但是阮犹原要通过主来做一个小天使。阮恳求主，伫这7月的时阵，保守阮青少年团契因的夏令营，主日落的夏令营拄结束，你拢互一切当顺利，互阮。伫即个暑假炎热的时阵，犹原阮会当感受到热的心来敬拜主。这是阮安尼恳求感谢，拢是用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这是咱要请圣歌队来学乐，伊要吟的诗是我心大欢喜。
乐吼，互咱小可呢烦恼忧郁的心吼，愈来愈快乐啊！啊，咱继续用这欢喜的心来敬拜主。咱做伙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约翰福音17章。约翰福音17章是伫新约127面，咱要对13节看到19节。13节，打我就近你，我要点世间讲这话，要互因有我的欢喜满满伫因的心内。我已经将你的道理互因，世间怨恨因，因为因无属世间，亲像我无属世间。我毋是求你互因出世间，就是保守因脱离歹的。因无属世间，亲像我无属世间。愿你用真理互因成圣，你的道理就是真理。亲像你找我入世间，我也要找因入世间。我为着因来做圣，互因也对真理来成圣。以上讲道，今仔牧师要讲道的题目是基督徒甲这世间。基督徒甲这世间，咱将时间交给牧师。多谢圣歌队真水学乐的诗歌，打我的保养。多谢伊恩，我伫美国的时阵，迄阵已经计划要返来台湾牧会所以看咱的直播，有一摆看讲，哇，这个初中生尔，分小号分甲遐尔好，毋捌一个小号吼，伫其他的所在真罕呢有即种的传配甲圣歌队的配合。咱有这样的文书的青年，是真感谢上帝。特别昨咱的迄个音乐，咱看充满了感谢啦吼。有这样的多这个少年人足有文书带互咱一个真水的这个敬拜。虽然是音乐会，总是敬拜音乐会。我想可能。看落咱当时会通甲迄个影片送互大家看。如果你昨无来，还有一阵子吼，要后置料更要好势吼。咱昨无来人真可惜，即摆若后置料咱才就播出，有机会请你去听，真正充满了感谢。看见咱教会真大的愿望，请咱同心做伙来祈祷。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永远伫地的上帝。你是石盘，你是永远不变的。若是阮的人生最的变迁，阮体会到人类对有历史以来，虽然伫科技、伫医学、伫知识各方面真有进步，总是阮看见人性，甲亚当夏娃迄个时代并无啥物无同。阮的心犹原。定定互罪恶引诱，阮真容易受气，阮真容易用自我做中心，阮真容易骄傲，真容易嫉妒。主阮知影，阮即种的罪，靠阮家己的修行，实在是无法度通完全排除。阮需要上帝你来接纳阮，来称阮做义。互我的身份会通对罪人的身份变做互上帝称做义的人，靠阮家己无通自救，阮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主恳求你帮助阮，时代咧变，阮活伫21世纪，诚做台湾的国民，总是阮也是世界公民。你也互阮知影，阮是天国的百姓。天国的公民，伫这个多变化的时代，伫这个世界，阮安那扮演天国国民的身份，阮甲这个世界应该有甚物款的关系？恳求上帝圣神来提醒阮，也互阮会通对主耶稣提醒阮，甲这个世界的关系，来调整阮家己的方向，调整阮的价值观、人生观。互阮知影，安那伫即个世界活出你爱阮活出的款式。恳求上帝你用圣神来帮助阮，互阮虽然无法度通改变外在世界
的精神的发展，总是阮会通用阮的内心变化、更新、查考什么是上帝你宣传通欢喜的旨意，来活出迄个你爱阮活出的款式。你知影阮开来真无够野，有时阮明白了解，总是行袂出来。阮需要上帝的真理来帮助阮，用圣神催迫阮，互阮会通过每一届的礼拜，每一届对上帝圣经的话的学习，拢会通今仔日比昨昏较好，明仔载也比今仔日搁较好，互阮哪行开咱哪加天，直到阮进入迄个应允的所在，直到阮进入迄个流目屎山谷，经过锡安，到伫遐来朝见主迄一天为止。感谢你愿意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恳求，阿门。我甲大家分享最近大家一寡真深的感受，我毋知你有咧注意即个世界局势的变化也无？特别伫即一两个月内底，真深的感受就是，我要70岁啊，从来毋捌感受到中国甲台湾遐尼接近迄种战争的边缘。咱看开始伊的飞行机、伊的军舰哪塞哪瓦伫即个中线最近咱朋友一台渔船也去互掠去扣押，敢若去福建倒位，伊要表明伊对台湾有地理权。我看新闻也咧讲，今年中国要开三中全会7月，日本的媒体因咧判断三中全会以后，虽然中国的经济敢若愈来愈消退，总是因以党领政、以党领经这种的步调应该无改变。意思就是，伫中国因的政治维稳，也是对迄个民族主义，完啦优先伫因去处理经济问题。中国是安尼，甲咱真有关系的美国，11月第2个拜日，因要选总统，这影响全世界。所以咱毋知咱有听迄场的演讲无？我想听的人拢一定有一个感觉，伊无能力通好阁继续领导美国，因为到后一个任期，伊即马82岁，拜登可能爱到86岁，伊即马判断反应讲话，所以即马咱看逐天的报纸拢咧要讲，到底民主党伊会换人来选也袂？可能真有可能啦，虽然家己无爱退选，总是这一定会影响总统的选举。川普起来了后，对世界、对台湾会有什么款的影响？是拜登伊万一伫这4年中间，伊的副总统就非常的重要。到底这个世界影响全世界局势上重要位置，这个人，伫11月的第2礼拜，第2个拜日的产生，到底对世界影响什么款？真趣味，就是当这个时代咧，毋是讲美国咧，你早有看英国的工党赢过保守党换新的首相，英国2年内底换4个首相，即马换党做法卖，这工党这个人开始来担任宰相的职务。毋若英国、法国嘛咧改，咱知影法国这个马克宏伊改选国会，伊改半看卖，看到底伊的左派、右派什么人会较赢。到尾即马结果就是即马执政的党席位大幅减低，即马极右派就反移民有一寡遮无共款的主张的政策，因大赢起来。德国嘛安尼呢，所有欧洲的国家拢是安尼，甚至咱看去伊朗伊朗竟然因这个改革派，当然伊是真保守的回教国家，
即马改革派即个心脏科医生伊宣布胜选，这会改变什么款？咱若看见日本跟咱也真有关系。这个岸田9月，大家情势不太看好，感觉自民党9月选举检测因宰相也爱换人，所以整个世界这个牵一发动全身，大家拢咧等待开伫今年年底以前，咱会小可看见整个世界局势咧改变。咱活伫这个时代内底，有时我倒转去看创世纪，上帝原来创造是真美好的吼。大概甲看起来，伊讲上帝第一天吼，上帝第一天，甲咱今仔日讲24小时，迄个定义可能无啥共啦吼。不过至少上帝创造的次序，咱会通伫创世纪第一章看第一章看会出来。一开始就有光，这个都毋是日头甲暗时，实在是宇宙的开始。大概伊拢感觉伊所创造的是真好。第二天是一个空间的创造，穹苍甲水分开，这个空间就出来。第三天是关的生命、经济、菜色。上帝看伊是好。第三天是植物生命这个起源。第四天，我读起来，我个人的解说啦吼，这可能也无一定对吼。上帝做两个光体，当然咱咧读大的光体，咱讲迄是太阳暗时是月亮来管做星星。这个是太阳系，咱知宇宙太大咧，太阳系内底伫地球对咱有关系，就是太阳甲月亮。这是第四天，太阳系完成了。这第四嘛，毋是讲第四天啦，第四次序，第四个创造。第五天开始有鱼甲鸟这个咱即马咧考古讲，最早的生命，动物的生命，可能是鱼类也小可证实即种伫水底的生物是比陆上的动物较早伫即个世间，伫即个地球来存活。到第六天的时候是创造的高峰吼，包括走兽，包括精星、虫脱。上帝看伊遮拢是真好。总是伊伫第六天的时候，伊佫讲我要做人亲像咱的像，照咱的款。毋若安尼，我要做一个特别的被造物，特别称作人类的。互伊有咱的形象，互伊一个责任，就是我头前创造的遮就交代因去管理。所以咱会通看见，这个是创造的高峰伫第六天。咱会通对创世纪知影，咱是被造物，咱是动物之一。总是咱甲动物佫无相像，甲咱养的宠物啦，这猫狗动物都不一样，因为伊讲这是照上帝的形象，上帝形象，互咱有灵，互咱有创造力，互咱会通有足侪其他的动物所无的能力。然后伊也交代因一个真重要的责任，就是你去管理我所创造的一切。所以人是真特殊的被造物，嘛是受托者，是上帝管家。所以上帝照创造人，亲像伊家己的像。照伊的像来创造伊，有男的，有女的，有性别之分，五忙生团真多，治理管理地上的一切。创世纪第一章最后一节，用安尼来结束。上帝看伊一切所做，伊家己非常的满意，看真水真好。如果你若咧学艺术，也是咱献歌队指挥，也是献歌队员。咱咧唱歌，咱咧画一张100图，你创造了，你感觉我很满意，我感觉这张是我上水的，我感觉完全能够表达出这首歌这个意念，还是讲伊的和声太美了，看是真好，伊真满意，所以伊是非常满意这个伊的创造。所以，这个世界的创造一起头是拢无问题，开始做尽力来改变今仔日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互人类治理到什么款的情形？
实际上咱看甲真清楚，对有人类到今仔日，这个世界咱看见伫政治，即摆人类已经发展到有能力通毁灭家己啊！所以大家拢核子弹，即摆大家在永和国家一直咧制造新的核武器啊！我用我的核武器去恐吓你啊！你也用核武器来做恐怖平衡。咱也真惊讲有一天倒一个小人真正去发射这种的核武器。咱咧看讲哇，什么最近的演习哇，每一个国家拢在秀它的军事能力。哇，这超音速几倍的飞弹，互你没有办法拦截。武器的竞赛，一直用智慧伫遐，用足侪钱伫迄个所在。你会发现讲战争敢若一触即发。这两天以色列讲我要甲黎巴嫩打回石器时代，哇，讲话足雄咧，有能力哦，人有能力甲咱拍倒转去到石器时代。经济嘛是安尼，咱伫第三世界，咱今仔日伫遮遮尔丰富。咱看咱食饭厨余遐尼多，伫非洲伫第三世界国家，连一个清气的水都无法度通啉，无果子、无水、无物件通食。咱看通货膨胀，也是迄个各方面的这经济问题真大。每一个民主国家若要选举，经济若无处理了，迄个人绝对无法度通当选。咱看见科技。所以，迄天有人咧问黄仁勋讲，后摆 AI 敢会威胁到人类？伊是讲袂啦，总是确实咱无一定知影。伊个大数据收集的资料遐尼多，所以咱今日真侪问题，咱爱去问电脑。这代志，你知影比我较多，你收集的资料，我要哪去判断是上好？这个 AI 说比每一个个人拢更较聪明的是。将来会变做科幻电影演的安尼，率反倒转来，无人机家己有思想，煞倒转来攻击人类，敢会安尼？敢若无讲真侪人知影，气候嘛是安尼。现在咱热到安尼，知影讲这将来是常态啊，常态啊，天灾拢继续厉害，对上基本的家庭单位、家庭解体。大家无感觉家庭的价值，咱伫遮都会通感受到。你们全家一起吃晚饭，是不是比以前减真多？大家人足无闲，拢伫外口外食，父母甲囝儿做伙时间真少，迄个关系嘛疏远去。特别咱第一世界、咱上一较先进的国家，少子高龄化，这将来拢是一个问题。我们强调自我，现代强调多元的接纳，多元接纳了后，咱说唔知要安那来甲人相处。所以今最近立法院咧审一个法案，叫做反歧视法啦，吼。反歧视法是讲，你讲话真顺利呢，无一定你到一个程度，人较举例是讲，哇！你最近加真大箍，你可能会犯，我甲你告，你无一定有问题哦。你讲一句讲讹落的话，无一定要变做互对方感觉你是咧甲他性骚扰，好像我们就不晓得要安那来跟人应对。病毒互咱知影，其实咱无遐厉害，人无遐厉害。但今仔日最近讲开始咧大流行。这个以后咱一定会共存可能新的病毒还出现，人类寿命延长，总是你知影偌侪在病院内底，敢若求上帝讲，我爱离开，唔通互我伫病床伤久。有偌侪即马伫加护病房，伫迄个安养中心呢，你感觉讲？活着没有意义啊！那一当，望上帝你调我去。
这些问题拢真做咱今日即个问题，咱互咱感觉即个发展真烦恼啦吼。民主政治你看即马拢是仇恨动员，强调迄个对立，我才会赢，我才会通掌握政权。支票乌白开，要选举的时阵支票乌白开，这自由派嘛非常会互咱变做走极端的时阵，变做另外一种的恐怖主义。独裁国家因为因的效率总是嘛，互咱真惊迄个民族主义在流氓国家结盟了后，是不是一直因需要扩张底下来表示伊地位独裁地位会通巩固。宗教冲突就是伫咱这世代看上清楚，对着无共款宗教的人，用恐怖主义、用宗教来包装、来攻击对方。其实我咧感觉啦吼，咱若看世界历史，大概咱为帝国兴起中世纪以后，为英国海权国家开始，从15、16世纪中国改革以后，这情形，整个世界大概是照基督教文明这种的发展伫整个世界台湾甚至也荷兰还是葡萄牙，拢捌来过咱这个所在。总是最近你若去欧洲旅行，你会看见欧洲这教会拢差不多，基督教信仰渐渐的式微，对世界愈来愈无影响力。以后的科技也有足多甲咱信仰，感觉这个伦理的问题到底要安怎来解决？头先讲有人想讲我倒伫病床内底，安尼实在是无意思也没有嘛无迄种会好迄种的愿望。安尼我敢会通安乐死？性命伫上帝手中我敢会通安乐死？我敢会通共加工自杀？现在关于两性的问题嘛真严重，到底我们对同性的婚姻我们的看法，咱对应的接纳到底是什么款？真侪伦理问题，咱知影圣经安尼写，总是咱所拄到问题是，咱唔知要安怎处理，因为咱是有限的。我唔是上帝，我袂当判断这项代志是应该安尼做。我知影圣经安尼写，总是我要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要安怎处理，有足大的困扰伫这个基督徒的中间。所以基督徒甲这个世界到底爱维持什么款的关系？一个敬畏上帝基督徒面对这多元化已经变化真大的世界，咱来发展出什么款的关系？我想今仔日要用约翰福音小可甲咱来分享，耶稣伫约翰17章所讲的一寡人基督徒甲世界关系。用约翰福音有一个目的，就是咱即摆查经班会暂停9月开始的时候，要用约翰福音来做查经的主题。约翰福音内底，咱会通看见真特别的所在。约翰福音21章，伊一开始就用行色的约翰，伊介绍耶稣讲，看这个是上帝的羊羔，要来替世界人担当罪。用安尼来开始，伊无写耶稣前30年，还未出来传道以前任何的记载。用一开始就出来耶稣出来传道的开始然后咱看有人咧讲约翰会通用3个英语 L 来做主题，伊讲到伊是世界光，伊是道路，是真理，是活命，讲到性命，也讲到疼这是真粗略的一个标题啦3个 L 来讲。伫约翰福音有讲到这个内容，不过我唔知你有注意到约翰福音当然咱马上会通注意，甲马太、马可、路加这3本福音书真无相像，伊较用有一寡希腊哲学来介绍道成肉体的耶稣是真理的光等等，所以咱会通看见
约翰福音还佫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就是伊的报道真不平衡啦吼。意思就是讲，咱一开始伊就介绍耶稣出来传道，耶稣出来传道，照看起来大概有3年久的时间，3年算起来是156礼拜。156礼拜内底，约翰甲他用11章来讲伊155礼拜，或者会行达讲话，然后用9章来用最后迄礼拜7天内底所讲的代志。迄是一个真失衡吼，头前11章拢咧讲即个耶稣这3年做一寡代志，后来最后咱讲好利位去迄个受难周，伊用9章足详细来记载耶稣伫最后迄礼拜一言一行，拢写伫即个最后9章内底。你咧读约翰福音，你一定会感觉到约翰20章30节、31节应该就结束啊啦。因为伊安尼写讲，耶稣伫学生的面前行真侪神力。约翰讲，我若要记载吼，写袂了啦，无法度通完全甲耶稣伫头前所行所做的拢写甲真完全。今仔日我写约翰福音，主要就是要互恁信耶稣就是迄个弥赛亚，就是迄个为咱来放下性命，互咱的罪得到解决的迄个基督。要互恁相信，伊是上帝的囝。如果你若看约翰福音，信就伫伊的名，伫基督会当得到救。所以约翰伊是甲讲我著作的目的，伊伫最後20章30節、31節，最後才講，伊毋是伫一開始講我寫著作即個我的目的是甚物？伊甲伊的目的放伫20章的最後30節、31節。所以應該約翰福音20章就應該煞21章。真有可能是後來才加入去。伫無久以前，在東區婦女的聯誼會，我講道的時陣，特別用約翰21章來講道。伊伫遐記載耶穌過活了後，伫加利利海邊，佫一擺顯互學生看，佫一擺呼召彼得來跟底我，3擺問伊講：你有聽我比這會較大無？3擺問伊。所以我用約翰21章甲路加第5章。耶穌第一遍3年前伫加利利海同款的情景，迄暗彼得因換討無魚，耶穌伫借伊的船伫遐講道了，叫伊講開到水深之處，你會通掠足濟魚。迄屆呼召伊來跟地，經過3年，過活了後，佫一屆來呼召，因迄暗這學生嘛掠無魚，耶穌甲伊講：你趴網伫船的正邊，就要掠真濟魚。佫一屆。重复第一擺呼召的情景，所以3年前的呼召甲3年後呼召，對彼得來講意義完全無相像。所以最後這個約翰21章，這有可能是後來才追加上去的。對彼得來講，迄個是一個真大的衝擊。伊2擺受呼召，第一屆甲第二屆就真無相像。所以咱來看，伊最後一章內底，伊大概。9章內底，咱小可真簡單甲伊區分。12章是講伫中秋主日，耶穌騎驢仔進耶路撒冷。13甲17章用5章來記錄耶穌伫最後晚餐。其實這個是另外一個失衡啦。最後晚餐講遮爾多話，伊用5章來記載伊伫最後晚餐甲狩獵中間的談話，用足長這5、6章來講這個代誌。18章甲21章是講伊受難頂十字架甲過活，所以13章甲17章，咱知影大概是最後晚餐迄個時陣講的。到底伊講啥物？真簡單，甲整理出來。第一就是講，恁耶穌佇遐替學生洗骹，講恁愛謙卑來彼此服侍。第二，伊佇迄個中間有言講，我會互門徒出賣，然後講恁都應該愛彼此相聽。伊也講，彼得你的3擺毋認我，這個有言伫幾點鐘以後就已經實現。伊宣告講，我就是道路，是真理，是活命。若無通過我，無人通到爸遐。這是一個強有力的宣告。你無其他的道路通去到天父的面前，
伊讲我是完全的真理，我是活命，毋是干那享受咱即个肉体活命，我嘛要享受恁永远的活命。第六，伊也讲，我要离开，总是我会用圣神甲恁同在。顶礼拜林传道也讲到这，我有圣神的同在，会帮助恁伫世间来生活。第七，恁爱亲像葡萄树枝连做伙，恁的性命，我离开了后，恁永远爱性命的连接，甲基督性命的连接。这个提醒，对今仔日的你甲我，也有真有提醒的功效。咱的性命有甲基督连结啊无？第八就是今仔日咱要讲的，伊讲到基督徒甲世界关系，伊讲功德的教，总是我已经较赢这个世间。咱今日主要就是伫约翰17章耶稣的祈祷，所以耶稣的祈祷有人在讲，这个是一篇足长的祈祷啦，足长的祈祷。咱打算做伙来用主的祈祷文来祈祷。有人讲，迄毋是主的祈祷文啊，迄是主教示咱的祈祷文。学生甲伊问讲，你教阮祈祷，伊甲伊教哦。主耶稣家己的祈祷文只有伫约翰17章，伊用一个祭司，用一个我得要上十字架替人担当罪的迄个身份，伊对上帝，三位一体这个奥妙，咱无讲真了解，总是伊17章用伊一个要来担当世间人罪的身份，就是祭司的身份讲一篇足长的祈祷。学者讲，这个是大祭司的祈祷吼。所以咱大概小可甲分析一个，等下你有机会去看者。第一节甲第五节，伊讲到圣父、圣子甲伊的关系。伊甲讲，你交代我已经完成。我会通准备最后的十字架的迄个各国他的旅程。第9到19，伊为着伊的学生来祈禱。20節到26節講，嘛為着將來，因為聽這的學生所傳的福音，來信耶穌是基督的人，替所有信的人的一個代禱。這大概是約翰17章大概的分類是這樣子。第16章內底有3個觀點，第一個觀點是講世界有苦難吼。這個世界萬分相信上帝人，總是恁通放心，因為我較贏這個世間。這是咱讀陣這宣調的時所讀的經文。我先甲恁講這個代誌，世間人會萬分相信上帝人。恁會拄到真濟苦難，但是恁會通放心，我已經較贏這個世間。所以咱來看17章，基督徒甲這個世界關係。聖經觀點就是，這個世界是上帝創造的。所以約翰一開始就講，伊來到世間，總是這個世間唔捌伊啦，這個世間唔捌伊的創造主。那是約翰伊伫另外，約翰一書伊講，這個因為什麼？因為這個世間已經被確記了吼，去互遐邪惡嘅管轄掉咧。今仔日咧統治這個世界，唔是上帝，是迄個邪惡者，是迄個撒旦。雖然今仔日抑閣受這個邪惡嘅這個魔鬼控制以下，總是有一部分嘅人永遠是天國國民，咱永遠是屬於上帝。原因就是這個世間敢若詐騙集團已經互人互撒旦甲伊確記吼。耶穌伫馬太13章100講一個譬如吼，好像這個地球所有人類，敢若上帝的一個園啊，上帝創造的園，園就是世間上帝毋望伫這個園內底會通有真濟公義、敬虔、聖潔的子孫，所以也好的種子伫咧內底。總是這個培吼，這個台灣話咱較罕哩聽。這個培，這個就是講，我去查，這個是一種的植物啦吼，其實是雜草，外表甲稻仔真同，所以做伙成長。
耶稣讲，今日这个世间就是安尼，上帝也一寡好的种子，总是撒旦来也一寡这歹的种子。咱一起长大，咱今日看到上帝你也无特别处罚这独裁者、杀人辱骂这的人，上帝你哪会无去处理？总是到收割的时，就是世界落尾，天使来收割。你若是好的种子，是上帝欢喜的。会收入伫伊的库房，若是遐皮啊、遐杂草，就是到迄个时阵分别出来，会最后的审判会分出最后的胜负。所以撒旦也一寡诈骗的方式，也来吸引世间人的心，互人故意唔明白上帝。所以咱台湾这诈骗真多吼，有时你会接到讲伊是检察官啦，你的账户拄着洗钱吼，所以你得爱安那迄落。有时咱收到讲你投资这个稳赚不赔，一定会真迄落。我想撒旦做一个真平凡的人，咱伫世间，咱真爱名声，真爱互人尊重，咱的心嘛真爱过得真富裕，物质真丰富。我想这个拢是人性啦，嘛毋是讲这毋对，总是这毋是做你这个性命的最后价值，毋是你上重要的代志。伫这个世间的时，咱会通得到迄个福音。知影上帝创造我伫即个时阵，伫即个所在，伊爱我完成的使命，爱我活出的款式。然后我伫将来，当最后审判的时阵，互上帝看我做有价值的，受分别出来，来得到迄个永远的活命。所以保罗伫哥林多后书讲，福音互人掠砍去。伊用另外一个吸引讲，亲像耶稣受试探的时阵，撒旦带伊去到山顶讲：“你看，所有荣华富贵拢互你，干那一个条件，你拜我，我这拢互你。”今仔日咱嘛是共款伫这种的引诱的下面，我给你物质，我给你名声，你伫世间红足尊重，你觉得讲我这世人真有价值啦。阮昨嘛过去第二殡仪馆。你可以比第二殡仪馆看，你所谓的价值到最后是什么款的结果？咱爱得的是迄个永远的价值。所以因中间的上帝，互唔信的人的心痴迷去。咱今仔日是不是有完心眼被遮蔽了？所以今仔日撒旦一个咧也歹的种子伫咱的心。我要安那来除掉？把这些杂草拔掉，这个就是咱需要来努力的。所以咱会通看见这个世间有真多咱需要去面对。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去敬畏上帝、相信耶稣基督真理、圣经的话的人？因为基督徒有不同的效忠的对象。今仔咱伫遮会通自由来敬拜、祝福去咧。今日你若生伫这个极端阿富汗啦、伊拉克啦、伊朗啦，因真正是基督徒是受万分的，因为不同的效忠对象。伫耶稣的时代，因讲你到底是要选耶稣做恁的主，还是做该撒做恁的主？一定要爱做这种的选择。总是基督徒，因为我有不同的效忠对象。只有耶稣基督是主，就受到顺道，也受到杀害。咱对人权也有无同款的看法，所以就是伫保罗迄个时代，伊无法度通改变奴隶制度，总是伫信仰内底知影，所有人拢是同款的，拢是平等的。虽然你伫社会有阶级之分，总是拢有上帝形象的人，人权观无相像。人生观无相像，追求的价值无相像，对罪嘛无同款的定义甲态度。所以咱通看见
历史上基督教的信仰发展出来国家，甲迄个社会，真正甲其他的宗教不太一样。迄个社会价值，伫咱即个时代，咱拢体会到。今仔西方的国家，真侪真侪国家怨恨的对象，咱会通看见，确实，在当时美国建国，当初了是国庆日，5月花号，遮的人因为敬畏上帝，要落船以前，因就制定一个宪法的基本草案。Under God we trust， 伫上帝下面，咱大家拢共款的，用这种的精神发展出来的体制，政治体制也好，社会价值也好，都无相像。所以真侪国家的怨恨，总是到今仔日，互咱较烦恼的是，西方的文明、基督教的信仰已经渐渐退失去。虽然是安尼，上帝依然爱伊所创造的互这个罪恶污染的世界。上帝将独生囝赏赐世间，一听世间到安尼。虽然这个世界是已经污染的，总是约翰甲咱讲，就是这个已经互上帝非常失望、罪恶满贯的这个世界，一听世间要挽回这种的情势。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是为着要拯救。约翰3章17节讲，一切世间，一切进入世间，第一摆来不是为着要审判世间，一来就是要互咱将这种伫罪恶状况中间来得到救。所以人来听我的话，也是一开始约翰12章，你会感觉有一点安慰啦。伊第一遍讲，人若听我的话，总是无爱守，我无审判伊。还没有到，那个审判还没有到，因为我第一遍来，不是要审判，是要救。总是第二届来的可能无相像的，伊要哪救？伊用十字架处理罪的问题。所以约翰12章，伊讲，伫这点，这个世间要受审判，这点是指什么时阵？就是我受孤气离开地的时阵。当耶稣钉伫十字架顶的时，这个世间已经受到审判，罪已经付出代价。耶稣用约翰16章也讲，我要找圣神保惠师来到恁中间的时阵，恁会因为圣神的感动，为着家己的罪，为着我无法度做到迄个公义，为着将来的审判，我知影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耶稣以后，这个世间无相像。以弗所第2章讲上清楚，本来咱甲上帝离真远，因为有罪恶隔伫咱两边的中间，总是因为耶稣基督会拆毁中间迄个三界的墙，互咱甲上帝更好。所以伊已经为咱付出代价了后，今仔日咱身份是本来甲亚当夏娃以后所有人讲咱甲一个身份是罪人，上帝看作无圣洁、无完全的人，总是伫耶稣以后，咱身份就是互上帝称做义的人。所以保罗伫这个罗马书8章34节讲，上帝打今仔日称咱做义。咱看治罪要告上帝所敬的百姓，称因做义的是上帝。你也未完全，总是上帝已经称你做义。因为你相信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伊今仔日也替咱来祈祷。所以咱今仔日选择就讲，我继续伫罪恶的中间，还是讲我需要来选择群地主。约书亚甲遐离开埃及来到迦南地，讲恁今仔日来选啊！恁感觉我相信世间的王提供互我的这好处，我要拜迄个撒旦。迄个伫大河迄边的神明，总是我甲我的家要敬拜耶和华。所以咱伫约翰一书嘛，你讲世界唔通互人迷惑恁。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在哪里？我们的将来在哪里？咱来行出迄个
甲咱称义的身份相符合的迄个行为出来。所以基督甲世界的关系，大概简单来讲，四个就是活伫我们活在对基督徒不太友善的世界，总是上帝保守咱。耶稣讲：“我无求你将因离开世间，因也继续伫遮，总是求你保守，伊替咱祈祷。”第二项就是讲，虽然你伫世间，总是毋是互世间同化去，互世间的罪恶甲咱污染。因无属世界，亲像我无属即个世间一样。第三项，毋望上帝互因更较圣洁，通过上帝你的真理，互因加圣，互因有迄个做得到下面悔改一个新的人迄种的形态出来。第四项，互因诚做受差遣的人。你怎样找我到世间？我今日咱今日来礼拜。然后，咱捉到了受差遣到咱的职场，到咱的家庭，上帝找咱去到咱会通影响的范围来活出伊爱咱活出的款式。咱甲世界关系若即若离啦，但是咱要影响这个世界，咱用这个圣经来做咱今仔日的根据。咱好啊来读约翰一书5章40到50来做来读，因为。既若对上帝生的较赢世间，也迄个所以捌较赢世间的，就是咱的信。较赢世间的是治罪啊，兼毋是信耶稣做上帝的囝的嘛。约翰一书5章40到50，其实有几个问号啦吼。较赢世间的是靠咱的信心。较赢世间的到底是毋是遐相信耶稣是上帝囝，还是遐相信撒旦的方法？毋望咱会当较赢这个世间，做伙来祈祷。天父，我感谢你，世间变化真大，我也定定受到诱惑，恳求上帝你帮助我。对约翰17章耶稣你提醒我，甲世界应该保持什么款的关系？求你互阮活伫即个检采，因为阮的信仰互人迫害互人有侪无公平的对待，总是你有保守阮。求你互阮圣洁，求你互阮会通诚做受你差遣到即个世间，互更较侪人知影上帝你疼世间，趁还有机会时，阮来归属你。感谢你听我的祈祷，奉主的名来求。阿们。真多谢杨牧师的信息，咱来今回应的诗，圣诗595首，犹闻世间是迷路，犹闻世间是迷路，请起立。圣诗595首。
请坐。这时咱们来举行奉献，请眉心执事、仪如执事来施献。感谢，请起立。请坐。这点我来报告。教会消息欢迎大家做伙来礼拜哈。礼拜后，咱留落来用爱餐互相请安交谊。昨是夏令营，遗址去冒险遗址去冒险甲南门7·1一起敬拜，地以进步到安全的音乐分享会，真顺利完成真多谢小文老师小文执事伊的迄个主持啦真一切真顺利真热热咱伫即届咱有足侪种乐器来学老主，也有按8岁到80几岁人做伙来吟诗学老主，佮用无共款的乐器，用无共款的语言来吟诗一切拢真热络2点外钟都没有冷场所以足顺利圆满来完成多谢。中嘛真侪人付出幕后嘛真侪啦，台上的也有，观众大家拢看了真满意，希望明年搁较精彩。副团客爱餐后要举行例会要请陈贵慧老师来专题演讲，请兄弟留落来参加。福音队今仔日开始有26名前往阿里山因。要来服侍了12到14要伫台南举办生活营，后礼拜礼拜日7月14开转来到台北，咱为着这一切顺利来大岛，也希望因一切活动拢会当平安。第3季的行事历已经有出来咱来家己过目。中集会后礼拜日。是要举行第2场礼拜后要召开中集会请中集准备心来参加。拜3的查经班咱7月8月暂时休困。
财务组提醒各团契伫7月2日将上半年的校册会当交予办公室，咱来查校希望大家来配合。爱心伞因为最近拢有午后雷阵雨，希望若有借用着教会爱心伞紧摕来是厝里恁兜有剩的嘛会使捐来做爱心伞啦。较袂讲若有落雨的时阵要转去，我煞无雨伞咱会当做爱心啦垃圾分类爱参料咱有啥物分类，咱能做好。普通时若各团契的聚会嘛是共款咱会当分类较好势。集体关怀咱恭喜恭喜怡欣小姐要结婚啦，我无啥关系安尼有亲情关系尔我是迄落参加者安尼咱将时间交予牧师来补充。或者贤贤进攻长老要去做主婚来哪里？要去纽约恭喜怡欣要结婚3个查某囝拢请了恭喜望因有一个真水的婚礼，因的家庭得到上帝祝福。毋知我爱介绍的人无？你所带来的朋友有无？好，我们谢谢迄个邱新老师的查某囝璇璇刘若璇伊倒来暑假2-3礼拜即马也伫南加大咧修博士钢琴的博士，所以来足侪有温书的青年人，真感谢伊来迄落。我小可简单讲一个垃圾分类因为我家己嘛袂晓分啦。所以大家迄个清洁阿姨拢讲，干那要甲咱分类用足侪时间，每一个粪扫桶拢来个摕出来敲。所以我讲无你翕一个相，互我看，什么是爱放在遮。所以大概安尼啦咱小可看者保特瓶，这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啦这拢会通回收。最后的纸容器，这便当盒仔啦这个饮料的这拢会通回收纸器的回收。这迄个你去麦当劳买迄个鹿仔，迄个嘛是纸类回收啦纸类回收。毋过我头先你甲问讲这七手的迄个七手的七手的纸敢会使回收？迄个算一般垃圾咱去便所了，迄个七手迄个咱就无迄个一般垃圾啦这个。可回收这个盒仔，当然即摆少年真侪啉这咱会通回收。咱伫教会内底一地下室拢有分甲真清楚，纸碗咱厨余一碎汤其他咱放在遐地下室还有2个一般的垃圾桶一般咱迄落我刚问才知影讲筷子无回收啦迄个筷子迄个摕起来迄个嘛爱等你扫一般垃圾。筷子迄个塑胶迄个嘛是一楼咱遮拢有，所以咱小可甲分解咱小动作，因就免搁伫迄个所在来扣，因为即摆环保局会抽查啦。你若无分类好，互因进迄落，所以咱的清洁动工用足侪时间2楼、4楼、6楼，咱拢分甲真清楚，是咱袂晓分啦。要等的人，咱小可想者，若毋知小问一下。伊就较好去回收这个代志这甲大家拜托咱来行平安礼好无？咱请起立来吟诗火爆27首我们都是一家人要行平安礼。
的吟找肯的诗吼，396首，打要散会求助束缚。因饲了车，并牧师就倒。打要散会求助束缚，我心中上快乐。 领受上帝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特别上帝无限无条件的听从，圣神的相通、安慰、医治、祝福，甲咱正大家三合一个，对这事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 请坐，别倒散会。